慈山寺地處大埔嘅洞子，背依八仙嶺，面向船灣淡水湖，佔地約50萬平方尺，由長江實業集團主席、基金會主席李嘉誠先生發心興建，歷時超過10年，直至2019年累計撥款超過30億港元嘅資金，日常經費都係由基金會捐助。李先生藉此用實喂，發生咩事？不過都俊男靚女嘅。錢佛係心理嘅核心概念，正慈